你知唔知真正決定你衰老速度嘅，唔係面上有幾多皺紋，而係血管仲有冇彈性。好多人呢30歲皮膚好靚嘅，但佢血管已經開始積舊。有啲人50歲睇落仲後生過同齡人，秘密就係血管保養得好。血管就好似屋企啲水喉呢，用咗30年就會慢慢積水垢嘅。50歲後呢，仲可能生鏽變脆嘅。你平時食得鹹、壓力大、唔喐得，呢啲習慣就好似每日用砂紙磨緊條水喉內壁。年年月咁磨，血管就會變硬、變窄，甚至爆裂。一旦失死咧，心梗、腦梗、腎衰竭咧就會突然殺埋嚟，到時咧想補救都遲嘅。點解血管會咁易老呢？第一係血壓，高壓長期超過140，血液就會日日夜夜撞擊血管內壁，內膜一受損，膽固醇就會堆積變成斑塊。特別係高壓正常但係低壓長期高過90嘅人咧，血管彈性已經開始差，更加要嚴格控制。第二係血糖，血糖高就好似沙子咁，不停摩擦血管壁，時間一長，血管就會又硬又脆，失去彈性，到時連小傷口都好難愈合。第三係情緒。你以為唔開心唔傷身，其實每次唔開心、焦慮、交感神經就會興奮，血壓即刻飆升，血管長期受壓，硬化就會加速。呢3樣嘢咧就係無形中每日磨損緊你嘅血管，保護血管，唔使食貴藥，從今日開始做到呢幾樣就得。第一，每年驗身要睇清楚血壓同血糖，有問題就即刻東醫生調教藥物，唔好自己亂食人哋啲藥。第二，每日快步行30分鐘，唔使跑步嘅，行得夠快就可以幫血管保持彈性。第三，飲食清淡啲，少鹽少油少糖，多啲菜同粗糧。第四咧，每晚瞓足7到8個鐘，因為瞓得好，血壓先會穩，血管先有時間自我修復。保護血管唔係為咗長生不老，而係為咗60歲仲行得，80歲仲坐得穩。血管一好，全身臟器都好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延年益壽。